国立成功大学图书馆二手册的义卖活动，目前正伫图书馆地下1楼艺术走廊来举行。今年已经连续举办第22档。图书馆的馆长傅子芳表示，延续去年观册盛况，今年馆前的人数甲观册量拢再创新高，总共超过500位校内外人士的馆证，观册量将近2万本。义卖所得将全数要来捐予台南市德兰启智中心。在过去这22年呢，我们每年都会在6月到9月之间呢，去收集来自于我们的学生、老师，还有我们台南市民所有愿意捐赠出来的书，然后大家一起在这1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来找自己喜欢的2手书，所以这是一个智慧的回流，一个善意引发善意很美好的一个活动。那今年呢，我们合作的伙伴是德兰启智中心，那它也是我们很长期合作的伙伴哦。那德兰启智中心里面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病友，在各个年龄层。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来为他们能募集到更多的经费，我们可以一起帮助更多的人。德兰启智中心非常感谢成大图书馆这么多年来透过爱心的2手书义卖，帮助非常多的公益团体。那么这一次德兰非常荣幸，还是有这样的机会，透过这样子的2手书，让德兰启智中心的服务使用者获得很多的支持。所以我在这边要代表德兰启智中心所有的服务使用者跟家庭，谢谢成大图书馆，也邀请我们更多爱好书籍的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。二手册义卖活动虽然只有短短1礼拜，不过因为数量将近2万本，涵盖图书馆9大分类的册拢有，因此不止吸引学校学生前来选买，嘛有外籍生、校内外的教职人员、员工甲家属等，甚至嘛有民众一边观册一边买册，互这份爱甲精神的食粮会用持续来流传。我之前在收书的时候，我搬了两桶过来因为自己家里我自己喜欢买，然后因为孩子3个，所以希望书可以有流通有活化，书才有它的生命嘛因为孩子小的时候自己买的书，跟随着自己的年纪增长会有不同的喜好。那因为书我捐出来了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再搬一点别人家书柜的宝藏回家去，适合我现在的年纪的。对今天早上是来放松就想说就这样。成大图书馆22年来坚持尊重智慧财产，甲珍惜资源，办理二手册义卖活动。过去21档内，活动累积超过13万本的捐赠册量，募得善款将近360万，拢全数回馈予社会公益团体。成大图书馆为了感谢真侪人的心意甲付出，目前伫1楼图书馆，嘛以感恩过去、珍惜现在，甲展望未来为主题，举办暖意晨光、医疗守护的主题展。欢迎校内外民众拢会用到场来参观。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。